塑造出来。对，如果有一天中国这个独裁集权统治结束了，换一个好的政权，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需要被一个外来文明给强制走向文明。你不认为它会自己变好？不可能，它1000年之后还是这样。你为什么会有这么悲观的想法呢？因为我特别喜欢历史，我从中国历史上我学到一个东西，就是说中国有共产党统治，不是说没有原因的，而是因为中国人这种几千年形成的这种观念导致了，他们和共产党是一个样的，一类人。你可以解释一下你这个观点吗？什么叫是一类人？就是共产党就是掌了权的中国人，中国人就是没有掌权的共产党，一个东西。所以说，即使共产党倒台了，中国上来一个还是那种，就是洪秀全、杨秀清。那中国共产党它不就是披了一层苏联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太平天国吗？